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高高講好不？應該係民主熱天到嘞，天氣非常的熱，你敢吃火鍋嗎？可是夏天吃火鍋會不會有點太熱呢？今天呢，民主要教大家做這個激醬火鍋，這個加了激醬的火鍋。會讓你感受到夏天的味道哦。今天呢，民主不需要去名店買這湯頭回來，白玉蘿蔔、紅蘿蔔，它是主要我的湯頭的甜分的來源。你看，我準備來東澎派嘅火鍋料，就兩個蝦貢，喊呢，就是我們主要湯頭，那個鮮味跟甜味掌握住了。好，我現在要把這個湯頭裡面很重要的靈魂，就是，很棒，酸酸甜甜的香吉汁跟吉醬，我要加下去喽。吉醬加到火鍋裡面好吃嗎？當然是好吃啊！而且呢，重點就是因為有加了吉醬下去，所以呢，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句子，就是夏天也能吃火鍋。熱天未做得食火鍋。熱天未做得食火鍋。好，我现在把我丰盛的火锅料加进来。那至于火锅料部分，就看个人的喜好，期待哦。我们再让它滚一下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的吉酱火锅已经做好了，请到我们的试吃员来帮我们品尝看看。来，好甜哦。对，我们刚才把用吉酱下去煮的火锅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学这句话，就是夏天也能吃火锅，就是叫做熱天。熱天未做得食火鍋。吃火鍋。对，那我们把它合起来就变成熱天未做得食火鍋。很厉害耶 ！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学做这个吉酱火锅，很适合夏天吃哦，酸酸甜甜的，很有夏天的味道。重点是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夏天，熱天，熱天。第二个呢就是蝦貢，蝦貢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話哦，来看这句话就是夏天也能吃火锅。熱天未做得食火鍋，熱天未做得食火鍋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也要一边学做料理哦，一起增进客语，增进你的厨艺。我们明天见了，拜拜。